關注到長者公寓啦，因為長者公寓確實為一啲唐樓嘅長者咧帶嚟一個更加好嘅居住環境，但係佢哋都會涉及到可能係個租金問題啦，因為而家嘅優惠租金將來可能都會停止，咁佢哋都會擔心之後點算呢？戶型方面呢，其實只有開放式，咁將來因為新型嘅長者公寓會唔會考慮呢？就係譬如可能去建設一啲譬如係一房廳嘅，進一步去優化長者公寓嘅呢啲嘅服務配套嘅。養老金同敬老金會加啦。咁但係其實大家都會問一個問題喎，我幾年先至加一次，究竟個數值合唔合理呢？或者個時間合唔合理呢？其實好多長者都關心嘅。咁係好希望呢，將來喺呢一度呢，除咗長者消費指數啊，或者係將佢哋同最低民生指數掛鈎呢啲會做之外呢，其實未來社保基金嗰個撥款投放，包括社會保障基金穩健理財嘅一個管理，點樣去做好，要未雨綢繆，諗好長者嘅呢啲工作，居家社區機構三項養老嘅方向呢，其實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喺長者方面，包括好認同頭先劉書玉議員講到嘅長者公寓，施政報告講到嚟緊會即係可能都會研究一啲私營性質嘅長者公寓嘅一個啟動。咁即係整體喺長者政策上面，仲會有啲咩新嘅工作呢？喺老有所居方面呢，我哋同運輸公務範疇亦都做咗個好好嘅協調。喺日後呢，我哋嘅公屋建設上邊呢，亦都會加入適老化嘅設計嘅。咁所以喺呢方面，無論係長者公寓又好，無論係公屋又好，我哋希望喺一啲基本嘅配備方面呢，都係齊全嘅，俾大家有唔同嘅選擇。長者政策嗰度呢，社保基金呢，喺2013年至2016年呢4年呢，其實我哋係合共注資咗370億元嘅。咁去到2024年底呢，社保資產嘅總值呢，係去到995億澳門元嘅。暫時嚟講呢，我哋嘅儲值額呢，都係比較穩健嘅。居家嘅社區養老，以後強化呢個追蹤機制，同埋喺心理健康整體政策方面呢，我相信呢，呢一個係我哋老有所樂同老有所為呢一方面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工作。點樣去等我哋嘅長者嘅心理健康保持喺一個好嘅水平？我諗除咗啱啱講有更多嘅活動場地之外呢，我諗譬如除咗唱曲藝啊、打太極啊，我諗如果大家可以一齊再讀下書、寫下字、捉下象棋嘅話，我相信呢一方面嘅心理健康呢，就會得到自然嘅紓解，亦都最重要嘅係加強同人民嘅聯繫嘅。